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算，算就是合计数目的意思，像咱讲算钱。另外，这个算嘛有设想有的意思，像俗语里讲千算万算，唔值得天一话，就是讲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。另外，这个算也有当作啥物，俗语啥物的意思，像讲这件代志算你爱负责。另外，买当讲若论辈，伊算是阮职工，这里的文音读做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暗算就是拍算、计划、估计的意思；第二个词徛算，买当讲是徛算讲啥物，当做啥物，算做啥物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因老爸做100岁生日，伊暗算要留日一个，准备办桌请亲情，特别邀请因阿姑的孙来食桌，徛算讲是伊的孙仔，啊若论辈都爱叫伊阿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算，另外文音读做算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